徛在咧看世界，继续来看过去24点钟内，全世界为着新冠病毒的人数将近26万人创下新高。其中美国的佛州状况真歹，确诊的人数已经小连续5天超过1万人，而且当地有不少病院已经无加护病房了。也毋过，美国的总统川普也是真铁气，接受到新闻的专访，也是强调讲疫情会豆豆消失。这个喙是安尼讲，也毋过，伊嘛是甲一场的造势大会改用电话来举办，可见川普嘛毋是拢无咧惊。美国新型冠状病毒一天确诊的人数，伫1个月内一个手增加9倍，其中佛州依然是主要的灾区。 On Sunday, the latest numbers out of Florida showed more than 12,000 new infections and 87 deaths reported. 佛州连续5天，一天的新增加确诊人数超过1万，住病的人数汹涌增加，至少讲规个州有49间高病房已经客满啊。不过对于美国总统川普来讲，这款情形敢若嘛无严重。You know, I said it's going to disappear. I'll say it again. It's going to disappear. 不过川普嘛将原定伫威斯康辛的造势改用电话来进行，好像就嘛显示伊对疫情是要淡化又搁会惊的矛盾心情。So I'm doing. 川普总统实在爱看其他国家的数字，像非洲确诊的病例已经超过66万人，南非、加纳吉利亚已经变成新的疫情真凶，两国拢大赶去为着其中奈及利亚外交部长奥利亚嘛伫20正式讲已经确诊。南亚印度做水灾同时，嘛伫一天内新增加将近39000人确诊，一天确诊的数量又搁是新的纪录。